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达赖喇嘛图书与文献档案馆落成典礼；世界各国领导人向达赖喇嘛尊者的87岁华诞献上祝福；西藏知名前政治犯久美嘉措不幸离世；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在美国会见藏人民众；驻伦敦代表参加国际宗教或信仰自由部长级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7月6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了达赖喇嘛图书与文献档案馆落成典礼。达赖喇嘛尊者在落成典礼上向与会者发表讲话时，介绍了藏人在流亡初期建立学校、寺院和流亡政府的经历，并且强调了保持西藏的传统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活力和繁荣的重要性。据悉，达赖喇嘛图书与文献档案馆将保存达赖喇嘛尊者在各种场合的演讲和佛法开示，让人们能够轻易地了解和研究。该馆也将立备达赖喇嘛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归档。此外，世界各国和各团体颁发给达赖喇嘛尊者的各种奖项也将在该馆进行展示。达赖喇嘛图书与文献档案馆始建于2017年，由于新冠疫情爆发而中断，并在2020年恢复建设。与此同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迎来87岁华诞，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知名人士和民众的问候纷纷踏至而来。7月6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举行了隆重的官方庆祝活动。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杰拉姆塔库尔通过视讯在庆祝活动上向达赖喇嘛尊者致以华诞的问候，包括藏传佛教格鲁派第104任甘丹赤巴杰尊罗桑丹增仁波切、藏传佛教觉南派法王加查整波切、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德尔基尔先生、喜马偕尔邦森林部长拉杰什帕塔尼亚先生、喜马偕尔邦议会议员维沙尔尼赫里亚先生、意大利国会前参议员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藏人行政中央民主三大支柱的领导人、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各自治机构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以及数千名民众出席了庆祝活动。与会嘉宾们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相续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敬意和感谢，并重申他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嘎夏的声明时，呼吁民众铭记达赖喇嘛尊者在建立流亡藏人定居点、教育机构和寺院的基础和发展方面所做的艰苦工作，以及他为加强西藏的自由斗争和解决藏中冲突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发表西藏人民议会的声明时指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特别是藏人民众，正满怀着喜悦、信仰和感激的心情，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87岁华诞。在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知名人士和支持者的问候中，比利时佛教联盟的主席、德国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和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相续发表声明，向达赖喇嘛尊者致以华诞的祝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在印度人居中心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87岁诞辰庆祝晚宴，也吸引了大批外交官出席。印度文化部长米纳克西莱基以及来自美国、德国、
奥地利、丹麦、台湾、博茨瓦纳、智利、厄瓜多尔等17个国家的大使和代办等近60多名各国驻新德里使馆的外交官出席了晚宴。另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通过官网发表声明，祝愿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快乐。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女士则通过推特向尊者献上祝福。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推特上推文指出，他通过电话向达赖喇嘛尊者致以华诞的祝福，并祈愿尊者健康长寿。澳大利亚参议员赖斯和澳大利亚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乔丹斯尔约翰参议员向尊者的87岁华诞致以祝福。另外，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与驻法国联络处在巴黎参议院大厅共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大约35名法国参议员、台湾驻法国大使、支持西藏人士和当地藏人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在达赖喇嘛尊者87岁华诞日当天，西藏国旗和佛教旗首次在日内瓦的西藏公园升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女士、前奥克斯市市长和瑞士议员雷纳朗格共同升起西藏国旗。瑞士和列治敦士登藏人社区副主席丹增旺堆和喇嘛昆桑则升起了佛教旗。据了解，这2面旗帜将永久地悬挂在日内瓦西藏公园中。另外，台北市甘丹东顶显密佛学研修协会于上周六7月2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净域3000 2022年观音和平祈福音乐会及达赖喇嘛尊者8至近期华诞庆祝活动。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女士及台湾各佛学中心的代表及数百名信众应邀出席了庆祝活动，共同向尊者献上生日的祝福。达赖喇嘛尊者通过网络视讯在祝寿活动上致辞时，再次重申将注视至少20年，并强调了尊者与台湾信众之间建立生生世世的善缘。此外，长期为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大声疾呼，并4度遭捕入狱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久美嘉措，于上周六7月2号因长期遭受酷刑击伤成疾，而在西藏安多拉让的家中病故，终年56岁。根据境外媒体报道，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在久美嘉措在服刑期间多次拒绝他和他的家人提出保外就医的请求，他可以及时得到救治。据悉，从今年5月开始，久美嘉措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并且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家医院中长期住院治疗，但没有任何效果。2009年，久美嘉措在一段关于他遭受中国当局残暴对待的视频中作证。该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后，他的许多事迹才被世人所知。从2006年至2011年的5年间，久美嘉措历经4次逮捕，首次于2006年遭当局拘留，此后于2008年再度遭捕。在关押1年后，他在未遭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获释。据悉，由于他在拘留期间遭到非人折磨，当局为了防止他在拘留期间死亡，才释放他。2010年，久美嘉措再次被捕，并在一家酒店中遭关押近6个月，并且被强行接受所谓的政治再教育，随后再次无罪释放。最后一次被捕是在2011年。时年9月5号，甘肃省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久美嘉措5年有期徒刑。2016年10月26号获释后，他的家人被中共官员警告，在他获释期间不要组织任何欢迎活动，并要求他永远不许穿僧袍，也不允许回到拉卜楞寺。
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和副议长周麻次仁女士率领多名议员，于6月26号应邀出席了由美国伽马巴服务协会在纽约举办的第17世大宝法王伽马巴38岁华诞庆典。正副议长还在前一天应邀出席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举办的欢迎午宴，并相续发表讲话。议长堪波索囊丹培在讲话中向当地藏人民众介绍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并呼吁藏人民众利用自身的能力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贡献，并维护流亡藏人社区的团结与和谐。副议长周麻次仁女士则指出，流亡藏人社区的民选领导人必须履行义务，积极在全球各种平台上推动西藏问题，因此非常需要藏人民众提供的合作。此外，议长堪波索囊丹培于6月26号出席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举办的西藏文化节。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朗次仁与秘书长洛血桑丹女士于7月5号在伦敦出席了由英国政府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举办的国际宗教或信仰自由部长级会议。在会议开幕式上，代表索朗次仁先生和秘书长洛却桑丹女士与来自全球不同信仰背景的代表和活动家进行了交流学习，并在问答环节和休息时间与部长级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天晚间，代表索朗次仁先生还在兰开斯特福举办的招待会上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和宗教自由问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